新起一座專民運動館需要2-3棟，到底超過2億的龐大經費，所以議員鄭佳馨已得出爭取的桂林專民運動館，主要先選擇甲中英大學合作，優化現有的場館予民眾使用。不過結果卻輸人害頭，因為進駐較大場館的設施破損垃圾，加上位置偏僻，使用的人口少。至於市府每檔也閣來補助360萬的人事費用，認為該合作案實在不適合，要求重新評估。這個地方根本不適合，為什麼我們要浪費錢？一年人事費360萬呢？市長，你覺得這樣，你剛剛那有合理嗎？而且距離這麼的遙遠，也不方便。我們要的是一個屬於我們歸仁區真正可以使用的全民運動館，未來人口也持續在增加。跟議員報告這樣好不好？就是說，我們這個會後啊，馬上來評估這個地方是不是適合再繼續投入，不然的話，我們會找市中心區。那不是寄附在人的厝卡，而且我剛剛那個所在根本都不適合，而且我們一年花了360萬的人事費，市長。對。報告一做，其實我們都市長請坐。都有及時去做稽查的工作了。对，你有去做稽查，問題是局長，你甲找你嘛是找學校，新豐高中也不適合。上一次新豐高中裡面他們也講了，他們任何不適合，因為因需要因家己因嘛需要因家己的場所，所以根本不可能啊。所以這個部分呢，因為我們稽查有缺點以後，我們現在已經把它降到320萬，沒有那麼多錢給他。那如果他在沒有改善的話，我們未來會考慮到。會解除。議員除了愛桂林專民運動館重新評估，爭取在市中心擴大使用效率以外，另外針對桂林游泳池的厝頂更高嚴重生鏽，包括便所、地坪等其他內部設施損壞，在簡報當中用恐怖來形容，要求體育局一定要好好整建，先予民眾一個安全友善的游泳環境。台南新聞，阮籍林英光採訪報道。